海底隧道人士乘嘅人。警方係絕對唔容許任何破壞香港嘅秩序。咁我係一路好想去了解下究竟拆彈專家嘅人性格啊，同埋佢嘅心態係點樣。咁所以我花咗好長嘅時間係同呢一班拆彈組去認識啦，了解佢每一個人嘅性格啦，佢哋嘅共通點係啲乜嘢啦。咁然後去創造咗我自己呢個角色。張在山係一個幾樂觀嘅一個角色嚟㗎，佢自己選擇咗去做呢一個拆彈專家，咁但係佢自己好信呢一個宿命。咁於是乎佢就唔想因為自己嘅身份而影響到其他嘅人，咁所以佢選擇冇愛情、冇感情，因為佢認為感情同埋愛情呢兩樣嘢喺佢身邊發生嘅話咧，會影響咗個判斷啦。我在裡面可能更多的負責的是這種情感的部分，因為這是一個男人戲，然後有很多男性，包括劉先生這個拆彈專家一些這種戲份。跟劉先生第二次合作，其實我也很期待。因為我覺得沒有演員可以拒絕在戲裡面可以跟他談戀愛。嗰個男女感情就一面係追求新意嘅，另一方面亦都係希望有說服力，咁亦都係希望嗰段情係浪漫嘅、動人嘅。咁其實佢係用自己嘅生命去拯救其他人嘅生命，咁所以係一個非常非常之神聖嘅一個角色。不過我選擇咗我用一個非常之貼近生活嘅一個角色，佢係一個好輕佻，日日都係我 lucky day。佢對愛情係好模棱兩可，咁但係當佢工作嘅時候，佢係絕對一個好 focus 嘅人。